问如何是西来意啊？曰：任摩则和尚今日因学人治的是非。诗曰：多口作主，然去后师方知是雪峰禅客。乃曰：道法之人，终不成器。上堂，老僧寻常不欲向身前色后，舞弄人家男女。何故？且身不是身，色不是色。僧问如何是身不是身？诗曰：幻作色的魔。曰：如何是色不是色？诗曰：幻作身的魔。僧作礼。诗曰：且道为汝说。答汝话。若像这里会得，有个入处。白马山。